水移民行政长苏贞昌决定初步规划，一个人发6000块，上紧2月底就会使发，好大家开春一个大红包。有人感觉讲，这对生活较艰苦的人来讲，用的是救命钱。要么有一个家庭主妇就咧怨叹讲，物件起价起了这凶，6000块若真正摕来买菜，可能差不多1礼拜就了啊，开了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唔免阁算啊，已经确定啊，政府决定过年了后发予一个人6000块。啊，若对一个艰苦人的人来，这6000块足好用的。对。1000块伊就足好用啊，莫讲6000块。加分。对。6000花掉很快吗？6000很快，很快了，买个菜什么市场1000块早开就一下就没有。以前100块逛街很好逛，现在1000块走到街底就没了。我冬至要煮汤圆哈，那个茼蒿1斤120，去年才55。自己吃不下去了，吃不下去，决定自己种茼蒿了的。没有地方下。一个人买茼蒿买袂落，不过那是300人的茼蒿嘞。茼蒿们都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台中太平今年过年初2，这个会6大团圆，300人大团圆，若是300人的6000，就是280万。我是放伫内底的基金尔。送礼无奇怪，不过送钱予你，有人感觉真奇怪。可是台湾不是负债吗？啊，对啊。对啊，祸留子孙这样不好吧？哈。我们现在一个人欠25万啊。啊，有25万啊！你要那杯子可能要卖很久。每一个人排国债25万，这位妈妈真烦恼，想要逐年拢有良心，是天顶落来礼物，唔是天顶落来债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